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保留完整烟楼群落的凤林，烟叶种植是早期当地的经济来源之一，也是大家口中的绿金。刘大哥，你自己本身是客家人，也是从小在这边生长。那当初是不是客家人也是来这里，就是2次移民？因为日本人来这边移民过来以后，他们人力不足，所以需要很多的2次移民来帮他们耕作。一甲的烟叶来讲，烤好缴交给当时的公卖局的时候，这个利润就够整个农家1年的生活费。所以代表过去啊，这里其实烟楼这个是非常有一个黄金岁月在的。烟楼的存在是证明凤林地区一个发展历史的一个历史建筑物，在经过修复以后，能够继续的保存下来，证明先民开垦这块土地，透过烟叶的发展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来到中部。烟楼对客家人来说，不仅是过去赖以为生的工作场所，更是历史文化的轨迹。接着，刘老师说，客家先民如何运用生活巧思，让制烟更有效率。过去有80几栋的烟楼啊，那它的那个建筑方式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一种是广岛式的，它是2个斜顶式的，气窗开在斜顶的中间；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背后这个大阪式，它的气窗在最顶端上面，它有阁楼。阁楼上面会有气窗，那它还可以进去看吗？可以啊，它设备这栋烟楼修复的非常的完整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坪上有好多粗大的管，这是铁管哦。早期日本人来的时候用陶管，客家移民很聪明，他说陶管的散热没有这么好，用铁管，它的炉口就在这的外面，非常大的一个炉灶的炉口，烤烟室的四周再弄一个小的气口。我有看到，冷空气一进来，水汽马上就排出去了。所以说烤烟的效果才会好。它是要烧几天啊？要7天6夜。当年在农村来讲，烟叶的产业是支撑台湾很多地区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。凤林弥漫着烟叶浓郁气味的旧时光，倾诉着大时代的故事。虽然现今烟楼已不具生产功能，但凤林的烟楼却是见证历史的建筑群，台湾重要的产业印记，传递着客家人的生活经验与记忆。